川普就任了后，真侪政策拢有变数。即马乌克兰嘛真烦恼，讲美国无要阁继续援助乌克兰。初三欧洲理事会高峰会就招北约和英国来做伙开会讨论，总讲若是安尼要安怎？不过同一个时间点，川普已经开出条件要来交换，伊是要求乌克兰爱供应高科技和军事产业拢用会到的稀土。伊讲乌克兰有答应，美国才会继续收听。2月第1个上班日，川普持续在签行政命令，因为川普进前下令暂时停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运作，检讨经费的运用，其中有真侪计划拢和支持乌克兰有关系。现场记者问川普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态度，川普的回答是：乌克兰想要叫美国支援会使，但是要摕稀土金属矿产来交换。We're telling Ukraine they have very valuable rare earth. We want what we put up to go in terms of a guarantee. We want a guarantee. We're handing them money hand over fist. We're giving them equipment. European is not keeping up with us. 根据控制署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，和国防产业、高科技产业真有关系的稀土资源，伫乌克兰会使讲是真丰富，而且拢有。比如讲航太工业袂当欠的钛合金，乌克兰就是欧洲上大的钛矿产地，占全球产量的7%。另外，电动车一定要有的锂矿，伫乌克兰的境内估计都有50万吨，嘛是欧洲第一。另外，还有真耐热的皮，制作电池需要的锂矿和锰矿，半导体和供电产业真需要的镉，乌克兰拢是一个重要产区。嘛，因为安尼，互乌克兰的矿产变作各界拢真想要去得到的目标。就伫川普提出讲爱用稀土来换资源的时阵，对乌克兰的问题比别人更较注意的欧盟，嘛伫布鲁塞尔召开欧洲理事会高峰会。正特别的是，已经脱离欧盟的英国首相施凯尔同款奉邀请参加。另外，军事成果较悬的北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嘛受到邀请。公司新闻，徐家人编译。